周边哦，目标唔通被改变啦，方法会当随情形改变啦。安尼，咱就听到赵老师所讲的啦，第一，目标袂使改变，方法会当随情形来改变，这是赵老师伊的看法。好来，那么咱有人选择方法爱定定的一个头顶，目标甲写在海滩上的，这来解说一下好无？阿朱，好来，用你讲。红花一点下你看，下面红花点连这个目标的那么你这个点目标但是呢，你唔知红花我到底目标，这是我爱考的。好，啊，有人要看那个解说无？啊，这个是看安尼，因为我是看安尼。那么咱是各有人有啥物注意一下无？因为咱平常吼，咱无法一直考虑讲，咱听到你听这么济年啊，到底咱吸收有偌济？所以永远想讲要用一个较轻松的方式，吼。那么咱各有人要注意的无？用咱的看法来讲出来无？若有请举手参白的把柄，吼，咱房间内。目标无啊，人就拢无法度。好来，那么咱进这个呢，咱后袂咧解答，咱搁来继续看这个了后，咱较做要来解答。请问注意前提在着，咱听道理，听几十年，听40-50年。请问六度万年关了，六度无落地敢有共？人拢无声，敢有共？大同声。哈？无共。啊，安怎无共？互咱互我一个理由好无？为虾米无共？咱准备一个卖，我家己在讲啊，准备一个前辈者伊较准备的，上咱知影爱讲啥互人听。六度万年关了，六度无落地，有啥物无共？还是会有相共？啊，到底若无共是安怎无共？请问有啥物人要用着互来赵老师？哦，周边哦，参考的啊。好罗密的丁彼岸，就是渡过迄个生死的苦海，到甲迄个极乐的迄岸。啊，六度普罗密其实是咧讲个做六度啊。啊，六度是圆净尔啦。啊，六度万行法就是圆净，佮加上足侪细节啊。那像知足种种的法门安尼。安尼咱有听着？啊，咱认为安尼敢对？这参考啊。叫个人举手。啊爱用叫的举手。奇怪啊，到底是对啊，是对？咱拢无自对吗？拢无家己的看法吗？好来，咱即马先来解你开即个谜题。咱要完成一项代志，就是设定一个目标。咱比如讲，咱搬
业就是主干，咱进入苦海，苦海，那么经过这段的波折，人生，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人生，加上咱的修持的过程，那么有法度通去达到时间，就是上岸啦，就是转来到厝啊。那么到西方有一天啊，最大的叫做倒时间，哦，那么这个龙洞呢的意思呢？咱大家拢知影，过死道健康，大家拢做路背，这六项大家拢做路背吼。过死道健康啊，智慧呢，道夫子啊，大家拢知影哦。这六项拢知影，但是这六项是一个大方向，是先去互人呢，要行菩萨行，要互咱会当达到倒时间的一个大方向。那么既然是中道，那么现在咱会去甲咱讲万行法，就是咱头拄仔咧讲的，会当变化千万的方法，出来对治啥兄弟姊妹，毋是一条路一直甲伊行，伊讲有人咧报路讲，后来啊你爬一条要安怎行？啊你直直去，啊若去到动物边动物山，你也拢有想吗？直直去啊，无可能嘛吼。所以呢，路路就是只是一个大方向。那么呢，万行法就是讲，伫即个当中爱生出各种的方法，变化各种的方法，互咱的众生，互咱的兄弟姊妹
上司在会议东调的时阵，有一间庙是先发展，那么这个人传的上司呢是一间庙是的主持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清净的道庙忽然间走来一只啥？像太公庙遐古水的庙啊，像爱使讲古树猫，爱使讲像太公庙，迄目睭安尼活溜溜，有够古水的。你看这人拢咧抱猫仔狗啊，结果呢，迄个时阵唔知走一只迄太公庙去啉庙时，因为伊有够古水，所以庙的尸体收凭者呢，大家拢做爱叫迄只猫仔算。那么呢，若咧念佛经，会早时啊，就是拢会去念经，做早课。结果若是这只猫仔走来伫身躯边的时阵，会安怎？心就会动，结果会念对伊咧，会啊。所以有当时啊，一部经应该是念一摆尔，有当时啊，一部经念咧3摆都念袂通。这个主持人传书讲害人咧惨，一个清净的道场，去互这只猫仔久到几安尼，伊若无想一个办法去处理，安尼袂使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烧这算迄只猫，就算我你就算10分，我嘛算5分尔。你囡仔安尼烧这咧算物件，拢爱烧这，你算10分，我嘛要算10分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引起啥？有下的这个tham欲，这个爱念的心拢总生出来。那么呢，这个人传书呢，有一天，我伫咧讲课的时阵，上迄只猫仔就甲伊抓。那么呢，家己的地主讲，我今仔日要做啥物代志，相信你拢知。但是呢，我问恁一个问题，如果你若叫袂出来，讲袂出来，这只猫仔爱猫头问题，就是像我甲我问安尼啦，你袂出来的话，猫仔就爱猫头问题。所以呢，伊甲伊问啥？咱修行学的宗旨在哪里？修行学的，为啥物要修行学的？咱还有在辛苦的努力，还有在辛苦的练习，还要做听道理，还要对人诚实啊。有一寡刚刚做好的物件，3天海底咱才会当去食。修行学的用意在哪里？请问对今年来点，修行学的用意，伊的宗旨在哪里？刚才莫困啦，出底的啦，搁困落去哦，我就讲无啦。小心了是一定有跟到咧，结讲话啊安尼跟到咧，修行学道的宗旨，伊的意义在哪里？诱导众生，搁来咧，搁有修行学道的宗旨在哪里？啊？许多道他修行学道的宗旨在哪里呢？处理离他处各位先生，修行学道初步的功夫是要叫咱安怎？传这个爱念，传这个康心期，爱这个在理这办法，是不是？咱这敢若简单咧，但是咱嘛听过足侪物件，是因为有一寡讲师认为咱大家拢是卫生啊，所以愈讲愈深，愈讲愈深，所有话迄拢甲放弃啊。其实这有的这是我最重要的物件，结果啥，拢甲伊放弃，拢伊也听到有点有问题啊，但是头仔这部分来讲无对。请问，修行学道是毋是咧传这个爱念？传这个康心期、精学在理，敢是咧传这本来是属于咱有的物件，那么咱来到去感染着的，是咧家己这物件传落去。那么呢，结果因毋是，是为着一只猫，就安怎？伊遐咧争执，逐个起这个爱念的心、贪念的心、不平不稳的心，就会生出来。安尼若安尼是毋是已经违反着修道的意义啊？所以
迄个较难咯。哦，咱就比啊，这个题目真正真深的，这大师吼，大师级的。各位姐姐，其实这个就是师傅吼，足简单，你来想到就讲，鞋啊本来是无人穿伫脚底，但伊摕迄放伫头壳顶，安尼敢有违反常理啊？有无？已经违反着常理啊，嘛违反着咱修道本来的意思啊，是毋是？